台南是水产养殖重要的城市，养殖渔温的面积大约14000公顷，其中饲石斑的大约有510公顷。不过，受到中国大陆禁止石斑的销往，造成石斑养殖渔民叫苦连天。原本1斤160的石斑，即卖平均剩差不多101块。对此，议长建议，希望比照高雄启动石斑产销的调节补助，省用期有算。卖个等待中央拨款，才会用来核销。当然有应用啊，因为你的滞销率无，咱是以70%外销的嘛。没有外销的话，我们这个以后会越养越大，超过那个2斤以上。国内也没有，就没有和那个规格嘛。没有和那个规格，你一直要养到5、6斤以上啊，才可以变那个鱼排那种处理。那样你的成本增加，风险增加啊。上个月6月13号，中国大陆禁止台湾石斑进口以后，那我们的价钱就直直落。原来的每台斤的160块，一直降啊，净剩80尔。对着咱的成本呢，一斤要140块的成本。那高雄市政府呢，断然就已经采取用市预算来补助呢，1斤的20块，或者的渔民乐意做适当的卖有了这钱。但是台南市呢，这边的作为呢，还跟不上高雄市，还在苦等中央的预算来加以补助，这一点做法有点有所差别。那台南市政府因为补助的金额又不多，那希望台南市政府能够从善如流，比照高雄市屏东县一样的做法。1斤的补助20块，让这个渔民呢，在这艰苦的中间内底不无小补，让他们能够有翻身的机会，至少减少他们损失，让他们赶快呢重整家园哦。对此，市府农业局回应，因为台南饲石斑的大部分拢是饲仔啊，生鱼的部分只占全台5%左右，产量大约有980吨。目前已经向农委会来提议延养、保价收港以及加工的冻毒等奖励加补助的措施，希望会用协助渔民解决产销的问题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